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前后任的立委涉嫌集体贪污，包括苏振清、陈超明、廖国栋、徐永明等8个人，经过5天4暝搜索约谈甲声押，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召开创纪录的53点钟的羁押审查庭，下晡总算做出着裁定。苏振清甲伊办公室的主任医学杨拢羁押禁见。 廖国栋甲伊办公室的主任丁福华嘛是羁押禁见。另外，这个上新的进度，立委陈超明、甲白手套郭启明、甲泰流公司的李兴龙嘛拢总是收押禁见。只有时代力量的前立委徐永明裁定以80万来交保。办公室收出920万，这个怎么解释啊？ 记者质问拢无讲话，涉嫌阳明山土地开发弊案的无党籍立委赵正武，伫初日暗时以100万块交保。伊办公室主任林嘉琪是继续互人收押禁见，不过也有8名被告要质问。本来就都是借债啊。 一句借贷关系，就想要交代过。不过检察官发现讲，苏振清伊的资产伫民进党执政了后，有够济，2019年竟然增加到7528万。这场马拉松式新闻创下历史上3项纪录，毋那是跨日新闻的头一个案例。涉案立委人数上济，新闻时间破3天3暝。 问遮久，立委是老神在在。法官问到苏振清立委办公室主任易学勇，第2摆声押庭，甚至听讲有弄头的声。警方讲我是为了阮兜的人尔，敢若是因为问了伤久，情绪煞失控。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福华嘛袂堪要长时间，互人限制人身的自由，情绪失控，当庭就大细声。 那立委廖国栋是无承认讲有收红包，大部分拢交律师代答。律师佫讲，立委本来就会使安尼，较早拢安尼合宪合法，所情调查员都应该交保。有收钱吗5名立委甲助理涉嫌介入所误经营权的案件，照由开公听会施案。苏振清甲助理收红包差不多2000万，廖国栋甲助理收差不多800几万，陈超明差不多600几万，徐永明差不多200几万，陈东山差不多50几万。另外一件殡葬案外案，赵政府被查扣920万，助理林嘉琪涉嫌收红包差不多1000几万。 互人收案，台北地方法院经过马拉松式开庭，今日下晡2点半作出裁定。立委苏振清甲伊办公室主任易学勇，立委廖国栋甲办公室主任丁福华，立委陈超明、白手套郭启明甲泰流公司李兴龙收押禁见，徐永明是以80万块交保。 好来，乡亲啊，有关立法院前后任的立委涉嫌集体贪污这个案件，拄则有上新的裁定，除了徐永明裁定以80万交保之外，其他的人全部是羁押禁见。